提到新抱儀式，多數人會諗到全職太太，諗到依附夫家嘅生活。郭晶晶嫁入霍家10幾年，從來冇人覺得佢能企穩陣腳，到所有人都話霍家先係高攀，呢中間到底發生咗啲咩？2026年5月，44歲嘅郭晶晶以一個新身份出現，在廣州南沙城市形象推介會上面，官方媒體報道嘅時候，優先標嘅係佢嘅職務，唔係霍啟剛嘅妻子。呢個細節說明一件事，佢早就唔需要霍家嘅標籤嚟證明自己，而佢喺霍家內部嘅地位遠比外界想象嘅要高。呢一切要從一個7歲就怕落水嘅女仔講起。郭晶晶唔係天生嘅跳水選手，7歲嗰年佢被教練選中入跳水隊。剛入隊嘅時候，佢連落水都怕企喺池邊震腳震，教練冇放棄佢，叫佢先喺岸上練動作，等佢適應咗先落水。12歲佢入選國家跳水隊，成為隊入面年紀最細嘅隊員之一。每日天未光就起身訓練10米跳台，一日要跳上100次，手掌磨出口繭，膝蓋反覆受傷，呢啲都係日常。15歲佢第一次參加亞特蘭大奧運會，攞到第5名。呢個成績對大多數運動員嚟講已經夠好，但對郭晶晶嚟講呢個係失敗。佢俾自己定嘅目標係金牌，第5名離金牌差咗4個名次。返到訓練基地，佢每日加練2個鐘，將每一個動作拆開嚟練，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咁溝。長期跳水訓練對佢嘅眼睛造成咗損傷，視網膜多次出現脫落前兆。醫生話繼續練落去可能會失明。佢冇話俾任何人知，術後恢復期都冇停基礎練習。2000年悉尼奧運會，佢輸俾咗師姐伏明霞，攞到2枚銀牌。所有人都替佢覺得可惜，佢卻將遺憾轉化成咗動力。2004年雅典奧運會，23歲嘅郭晶晶攞到2枚金牌。2008年北京奧運會，佢包攬3米板單雙人雙金。14年國家隊生涯31個世界冠軍，多項紀錄至今冇人打破，代價係一身永久性傷病，頸椎腰椎都有損傷。2011年佢宣布退役。郭晶晶同霍啟剛嘅故事要從2004年雅典奧運會講起。嗰屆奧運會之後，霍啟剛睇咗郭晶晶嘅比賽，開始關佢之後，佢放低身段，跟住國家隊周圍跑。郭晶晶喺邊度比賽，佢就出現在邊個看台，手裏揸住相機影相。為咗同郭晶晶傾偈，從小喺英國大嘅霍啟剛由0開始學拼音打字，佢成日對住手機打半日先至打得出一段話。呢個過程好慢，但佢冇放棄。戀情曝光之後，霍家內部有過反對嘅聲音，霍啟剛頂住壓力冇放手。2012年婚禮上面，霍震霆當住所有賓客講咗一句話：多謝郭晶晶下嫁霍家。呢句話令在場好多人擰咗住。港媒之前一直喺度寫郭晶晶嫁入豪門係高攀，霍家用呢句話直接將講法翻咗過嚟。呢句話唔係講下，由婚後第1日起，霍家就用行動表明咗態度。好多人以為郭晶晶嫁入霍家之後，只係一個被照顧嘅角色，事實完全相反。喺霍家嘅家庭會議上面，郭晶晶有發言權。霍啟剛做任何涉及家族資產嘅重大決定，都會先同佢商量。呢個唔係形式，而係霍家內部嘅規矩。霍啟剛自己講過一句話：屋企嘅事晶晶話事。呢句話由一個霍家第3代掌門人口裏面講出嚟，分量唔一般。霍家喺香港嘅商業版圖涉及地產、航運、零售等多個板塊。郭晶晶雖然唔直接參與呢啲業務嘅日常管理，但喺家庭層面嘅資源分配上面，佢有決定權。仔女嘅教育方向、家庭嘅投資規劃、慈善資金嘅流向，呢啲事霍啟剛都會徵詢佢嘅意見。有一個細節能說明問題，霍家每年都會舉辦慈善晚宴，邀請香港政商兩界嘅人參加。每年晚宴嘅主題同慈善方向都係郭晶晶嚟定，佢唔係掛個名，而係親自揀項目、定預算、跟進落地。喺霍家內部嘅聚會上面，郭晶晶嘅座位從來都唔係末席，佢坐喺霍震霆隔籬，同霍家長輩平起平坐。
呢個安排唔係霍啟剛要求嘅，係霍震霆自己定嘅。霍啟剛嘅阿弟霍啟山曾經喺公開場合講過，嫂子喺屋企嘅地位比我哋都高，我哋有咩事都揾佢拿主意，呢個唔係客套話。熟悉霍家嘅人都知道，郭晶晶喺呢個家族入面唔係嫁入嚟嘅外人，而係被請入嚟嘅核心成員。外界以為佢會過上揮金如土嘅日子，佢冇。佢住平價3用幾蚊嘅髮圈，帶仔女坐地鐵行超市。佢唔混名媛圈，唔參加豪門應酬，將時間花喺家庭同自己身上。但低調唔等於冇影響力。喺霍家，郭晶晶嘅說話有分量。霍啟剛要參加政界活動，住咩衫講咩話，郭晶晶會幫佢把關。霍家對外發佈嘅家庭聲明措辭都要經過佢過目。佢唔係躲喺霍啟剛身後嘅人，而係企喺佢隔籬，同佢一齊面對外界嘅人。人哋喺度討論佢嫁得好唔好嘅時候，佢喺度做緊另一件事。退役之後，佢去國外進修體育管理。當時好多人話佢已經唔使咁拼搏啦，佢冇理會。懷孕期間，佢抱住全英文教材備考國際泳聯 A 級裁判。呢個考試要求專業知識、英語能力同臨場應變能力，難度好高。佢全程自學，冇動用霍家任何資源。結果佢考出咗全球最高分，攞到裁判資質。2024年巴黎奧運會，佢出任跳水項目裁判長，成為國內第一位獲此職位嘅退役跳水運動員。佢企喺賽場上面，用專業評判贏得咗所有運動員同教練嘅認可。佢仲受聘成為北京景山學校嘅體育校長，親自編寫教材，定期入校園上課。佢去偏遠山區做公益，俾細路捐體育器材，建希望小學。霍啟剛全程支持佢嘅每個決定，分擔家務同湊仔。10幾年落嚟，曾經話佢高攀嘅聲音，一個都聽唔到啦。2026年5月，廣州南沙城市形象推介會上面，郭晶晶以廣州南沙文化會副會長嘅身份亮相。呢個職位唔係掛名，佢負責協會日常運營文體項目統籌，全程參與南沙文體建設。推介會上面，佢着住職業裝，條理清晰咁講文體融合發展嘅規劃，全程冇提霍家，冇提過去嘅成績，只係講工作。官方媒體報道嘅時候，標題寫嘅係佢嘅職務，唔係霍啟剛妻子。呢個細節說明喺公開場合，佢已經唔需要靠婚姻關係嚟獲取關。而霍家對佢呢個新身份嘅態度，亦都睇得出佢喺家族中嘅位置。霍啟剛唔單止冇反對，仲主動幫佢對接南沙方面嘅資源。霍震霆喺家族內部會議上面話：晶晶做嘅事，霍家全力配合。呢句話嘅意思係，郭晶晶嘅事業就係霍家嘅事業。好多人話霍家高攀郭晶晶，係因為霍家有錢，郭晶晶有命。呢個講法只係啱咗一半，真正嘅原因係郭晶晶呢個人喺任何環境下都能企得住。佢喺跳水隊能攞冠軍，靠嘅係每日加練2個鐘，帶傷訓練唔停。佢喺霍家能企穩，靠嘅係唔靠霍家，自己考證，自己做事業。佢喺44歲仲能攞到實權職位，靠嘅係10幾年冇停過學習。霍啟剛講過，娶到郭晶晶係佢呢世最幸運嘅事。呢句話唔係客氣，係事實。霍家有錢，但錢會使完。郭晶晶有嘅嘢使唔完，專業能力、學習能力、抗壓能力，呢啲嘢令佢喺任何位置上面都能產出價值。更關鍵嘅一點係，郭晶晶俾霍家帶嚟嘅唔單止係名聲，而係一套價值觀。霍家係做生意嘅家族，講究利潤同回報。郭晶晶入門之後，將腳踏實地呢4個字帶入咗霍家。霍啟剛從政之後，多次喺公開場合強調務實作風，呢個同郭晶晶嘅影響分唔開。霍家第3代嘅教育方式都係郭晶晶喺度主導，佢要求仔女自己執書包、自己洗襪、自己坐地鐵返學。霍震霆一開始唔理解，後來見到孫仔孫女嘅獨立能力，主動話聽晶晶嘅。喺霍家，郭晶晶唔係被寵愛嘅新抱，而係被尊重嘅合夥人。郭晶晶身上最值得學嘅係呢3件事。
第一，唔因為環境變化就放棄自己嘅節奏，由運動員到豪門新抱身份變咗，佢冇變，該訓練訓練，該學習學習。人哋話佢唔使搏啦，佢當冇聽到。第二，所有成績都係自己考出嚟嘅，唔係人哋俾嘅。國際泳聯裁判考試全球最高分，體育校長自己編教材，文化會副會長靠嘅係專業能力同工作規劃，冇一項係霍家俾佢鋪嘅路。第三，佢從來唔用霍太太呢個身份嚟定義自己。44歲官宣新職務，媒體標嘅係佢嘅職位。霍啟剛喺佢隔籬，但主角係佢。郭晶晶嘅故事說明一個道理：一個人嘅價值唔係由佢嫁咗邊個決定嘅，而係由佢自己做咗咩決定嘅。佢冇因為嫁入豪門就停落嚟，亦冇因為外界嘅議論就改變方向。佢一直喺度行自己嘅路，行到44歲仲喺度向前行。霍家高攀唔高攀其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郭晶晶從來都唔需要啦。個問題嘅答案嚟確認自己嘅位置。佢喺霍家嘅地位唔係靠婚姻換嚟嘅，係靠10幾年嘅行動掙返嚟嘅。佢嘅位置係佢自己一步步行出嚟嘅。你覺得郭晶晶身上最值得學嘅品質係咩？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